镜头转来咱国内，即马诈骗的问题是愈来愈严重，而且手路嘛百款。有电子支付的业者就反映讲，因甲银行之间的沟通受到阻碍，地事想要阻挡诈骗，千载都万人一脚步。金管会银行局表示，银行甲电子支付机构的合作，确实是要有改善的空间。未来嘛检讨甲强化双边联防的机制。 300万你也不要去混。警察接到报案是赶去银行，因为新北市一位60几岁婚年人伫咧 FB 识在一位网友，叫伊去投资加密货币。谢谢你啊！知影这个婚年人和诈骗集团骗去，行员赶紧通知警方来阻挡，接报予伊300万辛辛苦苦欠的钱，互人骗去。在网络认识一名网友，双方加入赖后，对方谎称可依其指示投资虚拟货币，获利丰厚。 陈女不疑有他变至银行汇款，因为不法集团相信着加密货币，所以钱会当设长点，或钱你袂带。除了用这种手法犯罪手法，即马连电子支付也正在防止诈骗的破口。就电子支付的业者反映讲，甲银行端伫咧交流时阵被挡来，敢若是银行的隐形性警示口座的资讯，无法度知影，也无法度及时掌握人头口座的资讯，造成防止诈骗总是慢一步。 银行之间有一个圈，那电子支付机构之间有一个圈，那可能这中间还没有完全那么互通。未来就是说，我们会让它这两个资料库把它结合在一起。对此，银行局回应讲，目前银行之间的联防机制已经愈来愈完备。不过，亲像银行甲电子支付跨机构的合作，也可能因为资讯交流受到限制，以后将会加强并且改善。 只是问题才会赶紧解决，才袂失去黄金时间，和电子支付变做后一个诈骗的形态。记者综合报道。